三招。你过啊，我无啦，你过啊，我你过我来。做两边啦。哎，给他。我没事呀。都这个啊。哦，你个电视机啊。我老兄，你看迄个鸡仔空空有无？就是要你放在面的所在啦。唔是啦，传道书啦，哎哟，你是。要大叫咩？有個後。係啊，係2月啦。看只包盤。因他來他關掉啦，搬來咧。你哋頭個啥？甲水插邊？我是，这有了。这大过来的东西。安尼看有吼，有政策吼，安尼一定会当开始收回啊。已經看別的嘛。这个让家长去。招餅。哦，對啊。對啊。本來咱去雞啊，過來去雞奇怪。这是有什麼結構？好，沒事。唔是呢，14天都無算哦，愛去加7天的自主管理，你1天的記錄愛報告，愛那個。關會都在你會來關心一下，100個。對吧？顧啥喎？啊，這個裡面只有就是剛好就兩剛好在困啦。12天哦，大家在玩手機追劇啊。臉色不修吧？那整個人別般氣帥秀吧，那臉色不修。這個聊。就是像我们我在家里就是在看一些灵修的整天就是说对我觉得非常多，不错的，然后你就很多看书啊，对，看书是可以带来那个味道不一样。你在家里14天看书灵修，跟去那里14天，你的味道不一样。没错，可是我比较喜欢玩。像不一样，有不一样。对。在那里呢，2個禮拜培養相互感覺。我還在講少一點那個細節啊。那愛心的新家。明白，那愛心的核心壓上去。你若希望能做女孩，愛心的新家。無啦，我你若希望給你做女孩，女孩給你包啦。
那我希望改，我的话要改。安尼恁下骹看会早着对无？阮哦，那个前面那个。嘿，这到底是OK，好，安尼。关门了吗？差不多啊。各位兄弟，老早，好吧？平安，平安。是请咱阿爸担心啊，感谢天父上帝，祝愿平安福气过来你的领受你的祝福。主啊，现在阮亏欠你真多，常常归应了伫阮家己。感谢主你，伊拢是我给你阮的爱，下面阮继续来祝福阮，来使阮平安。我感谢主你，阮台湾阮的国家，目前的经历着表面上看着是国泰民安，但私底下一个中共不断的吹捧再来压抑极端，是吧？有助你引领我们国家台湾，有助你可以会当伫你的旨意平安，跟有助你你的问题就领导咱台湾所有变迁。后个月，但是阮美国这个土地要选出总统，有助你来念你
选择以记忆中的反抗来继续往下去，以这个你所属国家英国，我们根本上主要说既然遵守公平、忠诚、行公义的，招人就有福气。要我，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纪念我，用你的救恩临到我。这是咱们来吟诗学了，唱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要吟诗，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大欢喜，家乡我第四站，万兵得进。
第五站是主。甲咱游玩家咧，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乃是主，以对天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以本流比列得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过，就地早祭全能被上帝大名，伊个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永远的后命。阿门。听这。就是我要让用交通的方式，我来客请会众来嘅。伊在伫经文第六篇，经文第六篇也是诗篇23篇，圣诗后壁面第10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在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温暖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就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32章第1节到14节，32章第1节到14节，八是看见摩西沿前无落山，八是就组织到阿伦也对伊讲：起来，甲阮装上帝，通行伫阮的头，通行伫阮的头前，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出埃及地出来迄个人，阮毋知伊拄着啥物。阿伦对因讲：恁的某、恁的囝、查某囝，耳仔所挂的金环，把伊来摕互我。百姓就把因耳仔内的金环摕来互阿伦，阿伦就对因的手接来。煮一只牛仔，用插刀雕刻伊，因就讲：以色列啊，这是你的上帝带你出埃及地。阿伦看了，就伫牛仔的面前起大。阿伦阁宣布讲：明仔日要守节服侍耶和华。隔日清早，因起来献烧节甲平安节，百姓就坐伫饮食起来滚笑，耶和华对摩西讲：呀，你落去，
因为你的百姓就是对埃及地带出来的，已经败发家己，因紧紧离开我所吩咐因的路，为家己铸一只牛仔，跪拜伊，献祭伊，讲以色列人，这就是带你出埃及地的上。我对摩西讲，我看这个百姓，看真颔棍耳的百姓，你他出在我要大受气因，要报因严厉诚最大。摩西就对伊的上帝耶和华求情讲：耶和华，你写书大受气你的百姓。是你用大气力、大权能的手对埃及地带因出来，正是互埃及人有话讲，伊带因出去是要害因，害死因伫山中，对地上拄灭因，由你回心转意，煞你的大受气，无降灾的互你的百姓。纪念你的奴仆阿伯亚罕、以色列。你捌指家己对因手说讲，我要互恁的福会亲像天顶的星遐多，搁我所讲的这个全地，我要收拾恁的福会，要互因做永远的业。对安尼，耶和华体会无降落伊所前所讲的灾厄，互伊的百姓。安那读中文译本。以色列人看见摩西迟迟没有下山，都聚集到亚伦跟前，对他说：“我们不晓得那领我们出埃及记的摩西遇到什么事情，所以请替我们造个神明来带领我们。”亚伦对他们说：“把你们的妻子和儿女的戴着的金耳环摘下，拿来给我。”人民就摘下他们的金耳环，送到亚伦跟前。亚伦把耳环融了，倒在模型里，铸成一头金牛。人民说：“以色列啊，这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神明。”于是亚伦在金牛像前筑了一座祭坛，宣布说：“明天要为上主守节。”第二日一早，人民牵来了一些牲畜，有的当生祭烧化，有的当平安祭吃。他们坐下来大吃大喝，狂欢作乐。上主对摩西说：“赶快下山，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民犯罪，背弃我。他们已经偏离了我的命令，他们走的道路。他们用金子铸了一头牛，向他跪拜，向他献祭。他们说，这牛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明。我知道这人民多么顽劣。现在你不要拦阻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我要使你的和你的子孙成为大国。但是摩西向上主，他的上帝恳求说：“上主啊，为什么向你的子民发这样的怒呢？他们不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救出来的吗？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你故意领他们离开埃及，我要在山里把他们完全消灭了呢？求你息怒，回心转意，不要向你的子民降大灾祸。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记得你向他们发出了严肃的誓言，要使他们的子孙繁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并且应许把这整块土地赐给他们的后代，作为永久的基业。于是上主改变了心意，
没有把原来要加给他的子民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以上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以所启示的，这是咱要听牧师来为咱祈祷，并带来信息。伊今日带来的信息是敬拜的对象。咱先三甲暗头来祈祷，感谢上帝，赐予阮一礼拜会凉爽的天气。明仔载开始又搁要变天，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阮有看见遮的野火已经渐渐受到控制。求主你继续施恩，特别是看顾遮的救火的人员，互因伫这个救火的中间，依然有助你的看顾甲保守。阮继续为着阮所面对的疫情来献上祈祷。阮知还阁有真侪所在这个染病的人伫增加的中间。求主你毋但透过阮透过这个科学家、医学家的研究来发展这个药来帮助阮，也互大家会通照家己的本分、照气功，会当带嘴暗，毋但是保护家己。也是咧尊重保护其他的人。阮将阮的兄弟姊妹中间身体欠安的交托伫你的手中，继续为着吴牧师娘、李牧师娘，为着这个文化所，明仔载早起文化兄要做检查，求主你甲伊三甲地底，看顾阮每一位。阮特别感谢你，互阮有稳定。当阮咧思考讲，阮需要一个较大的电视云幕伫即个所在的时阵，主你就为阮备办，感动听主的兄弟将去年的电视来赠送互教会。即种真奇妙的恩典，阮实在是真正体会。伫亲像你过去伫以色列带领因出来救的中间，你准备真济恩典互因共款。阮逐工拢咧领受主你为阮所安排一切，阮求主你继续来看顾。伫即段时间，阮有困难自责，但是阮无累积，无忍心倒退，继续来伫主日的时，透过网络，透过无共款的方法，伫普通时透过无共款的方法，继续互相带导，互相扶持。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的教会，求主你的圣神也甲阮三个基地，也阮伫今仔日的启示的中间，会当得到主你的提醒。伊都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今仔日这个圣经的背景是伫出来日记，因已经行入去伫这个西奈山19章已经伫遐啦吼，就发生真济的代志上帝也交代因10条诫的诫命吼，咱前礼拜信仰课程中间咱有读10条诫，咱有分享到即个吼。在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就是咱真熟的，咱上知的这个做金牛的代志顶悬。做金牛，咱会通用现代的一种话叫做造神运动啦。什么叫做造神运动？造神运动咱来思考看卖，讲咱的周边敢有？即马敢有人咧造神有无？有啦吼，介济吼。其实政治人物某一个程度来讲，拢有咧造神运动，互伊一寡军队者伊讲啥拢支持伊这是一种吼。有一寡宗教领袖，其实某一个程度嘛有造神运动的做法。比如讲台湾的这个某一个宗教，刻一仙翁你都要捐几万箍，一仙翁就送互你安尼吼。为着迄仙翁咱讲分身啦吼，讲分身。咱上落尾我会讲到台湾一寡民间宗教的想法。咱知影伫过红海进前，以色列的生活是因甲埃及人住430冬，因学习足济迄种民间宗教，是讲道神的敬拜即种的代志。
所以咱今仔日要借着这来看到因的问题伫倒位啊吼。咱看到讲，到底摩西是因的神，还是摩西领受迄个10条诫后壁迄个上帝才是，还是因所做的金牛？到底倒一个是，才是因所爱敬拜的对象？怎么往后走？倒一个才是？这啥？这毋是地图啊，嘛毋是星座，这是啥 ？City of Rome 罗马城啦。你看到罗马城这个图片，你会想到一句成语。条条道路通罗马。我讲，有人用这句话来讲宗教。南加州有一个人安尼讲，讲所有的宗教拢有当通到救恩，对不对？对啊，毋对？咱会当来思考看下。罗马互人看起来印象就是安尼，所以伊用安尼来譬如，有足侪人用一句话来鼓励人，对无？行行出状元嘛，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但是这句话会当放伫真侪所在，敢会当放伫我拄则咧讲这个伫信仰的追求的中间，这个爱好好思考啦。老师认为这种是一个异端的讲法啦，因为无圣经的根据，而且毋是无圣经的根据尔，是违反圣经的讲法。连伊我会讲到约翰福音14章的经文。如果这句话成立啦，所有的宗教拢会当通到救恩的时阵，就无需要基督教，对无？安尼讲对毋对？对嘛，逐个宗教拢会使通到救恩的时阵。那安尼基督教就无特别啦嘛。那基督教的信仰特别伫倒位？咱连咪会继续来讲保罗安尼讲，如果若无过我，咱所传的是枉然的，咱所信的嘛是枉然的。这是伫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咱知哥林多伫倒位？那哥林多拄啊伫马其顿、托尼基伫遮，这个马其顿伫即边遮。拄啊，迄个爱琴海的即边，我欧洲的，所以伊基本上是一个希腊多神敬拜的民间宗教结集。嘛有犹太人内底有一寡人无相信有过活的，所以因伫教会内底有产生足侪的问题。我就真清楚来讲，如果若无过活，如果基督徒的信仰毋是特殊的，那安尼基督教的这个宗教无存在的必要。所以讲是枉然的，所以伫所有的宗教内底，唯一讲到过活以上，写伫圣经内底基督教，仅此一家，别无分号。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真清楚。咱有咱的特殊性，当然咱无用安尼来排外。但是讲，咱有咱的特殊性，咱的特殊性是倒位？上帝咧甲咱讲的真理伫倒位？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第7节，耶稣安尼讲：我是道路、真理，我是活命。若无借着我，无有人会当去到爸遐去。若要来问一句话，这句话甲拄则咧讲条条道路通罗马，会合无？基督教为什么叫做称作基督教？咱伫拜五有讲就是伫使徒行传11章的所在，迄群人因的信仰、因的追求、因的基础、因的行达，足成基督。所以当时是人就安尼讲这个是基督军队者，安尼就对啦，基督的军队者啦，咱若用政治来讲，你会看讲有一群人穿红色，你讲这个叫做川普们，有无？有一群人的，你会讲伊是啥物？拜登们，安尼迄个意思啦，就是讲支持的人，迄军队的人。当然是伊嘛是用安尼讲，这军队毋是犹太教的人，所以拢军队耶稣的，所以叫基督徒，基督的军队者。用安尼咧讲我想用现代想法，咱会使来了解当初是因的迄个。所以耶稣甲因讲，你若捌我，就捌我的爸。OK， 倒转来拄则讲迄句话。
所有的宗教拢会当得到救恩吗？那照圣经耶稣亲自讲的话，透过捌我，才会当捌爸。对打了后，恁就捌伊，已经看见上帝。这个爸，伫咱会记耶稣时代无新约吼，耶稣伫时代咧讲的旧约的爸，是咧讲啥？就是咧讲旧约。所以咱绝对毋通讲旧约甲咱无关。旧约就是咧启示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透过耶稣基督去捌迄个爸上帝的心意，所以迄个对象真清楚啊！这个对象真清楚、真严格。咱今仔要对这个经文来去思考，特别是其实咱台湾人咧面对的，咱有讲到印度，拜五时咱讲到印度，印度有足侪民间宗教。其实你若看一寡较传统的所在，国家民族，因拢有足侪无共款的神明。正如过去牧师一长的时间咧，甲咱讲到，伫埃及内底以色列人这个10个灾难为的目的是要创啥？就是上帝咧甲神明的战争啊！啊，10个灾难其实是上帝甲神明的战争。咱今仔日嘛看到一句话，就是摩西甲上帝讲的。伊毋是讲惊埃及人咧笑上帝，甲以色列人直接灭掉，伊是咧讲着迄个神明。你伫当时时甲伊相战，你的官兵比伊较大，你是要来保守以色列人啊？你的目的毋是要来毁灭以色列人。上帝爱足清楚，摩西知影即项物件，知影伊咧敬拜咧军队的对象是啥物啊？好，咱无好人呐，逐条道路拢有伊的功能，拢有伊要去的一个所在啦。你嘛有可能踅较远的，你嘛踅，要踅嘛会踅到，但是有的人会迷路啦。所以咱无好人，逐个人拢咧敲吹。逐个宗教嘛，拢咧敲吹。咱用真简单来讲，台湾人是安怎拜妈祖？妈祖，我嘛要跟大家分享过。妈祖伊叫做女神，叫做啥物？海神，是要来保护行船的人，足爱拜伊。所以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咱的妈祖的敬拜是安尼足深，当做文化，足歹解吼。逐个人拢咧敲做救恩啦，但是毋是逐个人拢会当去找着上帝。咱请会记这样代志。耶稣伫马太福音第7章，伊安尼讲：恁着爱入去下门，因为互咱到伫灭亡迄个门是宽的，路的无是大的，入去的人嘛真济。但是到伫永生迄个门是矮，路嘛是细，找着的人安那少。耶稣讲真清楚吼，找着的人真少啦。逐个人拢感觉讲哦，遮人啊济，啥物人会安尼行？我毋知咱伫台湾的时阵，咱的朋友安尼无？少咧吼，去坐游览车要倒去进香，有无？嘿，咱厝边咧招进香啊！就缀一进香团去，咱讲夜香祭拜，足侪人咧行迄条路，无拄拄是救恩的路。足侪人咧行迄条路，无拄拄是救恩的路。耶稣嘛安尼讲，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拢袂当进天国，只有尊叹我爸旨意的人才会通入去。只有尊叹爸旨意的人，只有尊叹上帝所颁布的诫命的人，才会通入去上帝遐，会通得救。所以当迄日有侪人讲主啊主啊，我毋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侪的医师吗？我就明明甲因讲，我从来毋捌恁，恁遮个做歹的人离开我去。我毋知咱读这段有感觉怪怪。咱倒转来22节，我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真侪奇事神迹。这个人主讲啊，我毋捌你啦。为什么？甲阿伦同款嘛？伊咧做啥物事？做金牛，
伊安怎讲？这是带恁出埃及的耶和华，这是足大问题啦吼！我对来讲，伫宗教的这个环境内底有真侪真有才调的宗教领袖，嘛爱真细致这个部分。当你咧做神的时阵，是咧做家己的神，还是咧荣耀背后的上帝？我想这是足大足深的提醒吼。所以变啊，超出耶稣讲，你若求，就互恁。好，啊，足侪人就讲啦，讲特别迄个成功神学的人，做用这段啊。你着求，上帝一定互你。你若无得到，就是安那，你毋敢求。安尼，这个讲法就足侪人足大压力呢。啊，听讲每一间足大间教会的牧师娘，退休了后70-80岁啊，因过去的会友去看伊。开门的时阵，迄牧师娘讲，因牧师已经过身啊。伊讲，你开到这个车的裤啊，你敢袂感觉足头痛的嘛？这是成功神学的人。恁祈求就要找着啊，恁拍门就甲恁开门啊。这是耶稣讲的。你若敲找，就要找着。但是问题是讲，你要拍倒一个门？你要找倒一个对象，这才是重点嘛！哦，这才是重点嘛！你若拍唔着门，咱当话一句话讲啥？请鬼下药单，我听过无？迄就是去找唔着人啊！吼，要安怎得救？保罗安尼讲：你若嘴承认，心相信，一定得救。所以有人讲，安尼我就嘴相信。嘴承认啊，啊心相信啊，我慢慢去教会，慢慢洗礼啊，安尼拢毋对哈。这圣经毋是安尼教示的啦，但是你嘴相信一个公开的仪式，还是讲伫众人的面头前，你愿意承认你是基督徒？心相信是安那，毋是讲哦，我相信安尼尔，毋是。迄个心代表啥？咱最近拢咧讲这物件，真心真意咧讲啥？性命，所以你要用全部的性命来相信，你才会当得救啊！那前摆文华兄嘛伫早间是咧问啊，得救其实是后壁搁一个真长的距离，你爱去完成，咱咧讲天路历程。OK， 那到底咱要敬拜什么呢？还是讲咱的敬拜对象是啥？无说今仔日台湾用这个生命是要来。应对着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所领受的恩典啊，生命是啥物呢？这个原则咱来思考啦吼。基督徒应该思想生命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双关语啊。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啊，这个生命是叫做玛纳，对吧？以色列人看到玛纳讲啥？这个意思。因袂记这个圣的后壁是上帝，因食玛纳食40天啊，因袂记因所伫这个过程的中间经历的，是背后有一个真活的上帝，永远的上帝咧保守。为什么？因看袂到上帝嘛。今仔日经文一开始安怎讲？以色列人去找阿伦啊。紧诶啊，紧诶啊！迄恁小弟去咧山顶吼，遮尔久啊吼，咱拢无看到伊啊，有无？啊，伊到底是安怎？咱毋知影。所以伊看无，因就失去信心啊。咱人对真侪物件看无诶时阵，咱就无信心。民间宗教是安怎去刻一个偶像？是安怎？若刻一个偶像尔，伊搁会放一个香，搁一只狐神。甲封起来，迄叫做入神。哦，啊，伫咧做仪式，去入神，仪式了后，好，你看，在心灵咧城内底，哦，安尼，咱需要去看到。你若有机会去鹿港的妈祖经，伊迄个正厅的边啊，有几间的细间房间，啊，内底拢是较别的细身的，大细拢有啦。妈祖，啊，去茶色的，咱会当知影迄像啊茶去见。
迄个问题。啊，就足奇怪，另外一间房间吼，拢分甲乌乌乌啦。我就问迄个庙啊管理的人，讲是安那要分乌乌乌？伊讲迄就是表示去互人足侪人拜过，啊分甲乌的。啊，因甲这个分身摕转去，讲我心内有平安，因为眼见为凭，这是咱的信仰。啊，这个是咱的信仰。你啊想啥物话，拄则讲啊，我常常用这个字，因为这是双关啦吼。以色列人穿马啦，叫做啥物？因毋知影迄啥物物件，因嘛毋知影是毋是地基即迄个背后是上帝咧赐。当因看到摩西讲，你看这个山就是上帝的山，因所看到是啥？雷公的声，四那的形状，因惊到要害。所以咱前礼拜伫经文咧讲啊。摩西，你甲伊讲就好，我无爱甲伊讲，惊我会死有无？因惊到要害，因所看到甲因想象的，甲因期待的无共款。因无法度去看到上帝背后恩典的背后、保守的背后，因看袂到什么是因所要爱敬拜。因看无摩西40天无去啊，因伫遐开始失去信心。所以因凊彩找一个什么，伊嘛毋知影。因安怎甲阿伦讲？起来啦，甲阮装一个上帝啦，甲阮做一个上帝，即句话叫做造神运动。甲阮做一个新名互阮，互阮通伫阮的头前，因为迄个摩西吼看袂到啊，什么形状拢无要紧，你只要讲伊是我的上帝，我就甲拜伊啊。其实这就是民间宗教的形式，民间宗教的形式。但是真可惜哦，咱注意看吼，足趣味哦。咱若基督徒啦，咧讲方言吼，拢得爱教足久的吼。啊，而且讲吼，有迄倒一个牧师吼，足爱讲方言的，是迄嫌薪水无够济年，有人爱讲。但是你若注意看民间宗教咧方言。因足甘的呢？咱看今日经文安尼讲，阿伦讲，恁甲恁所有的，你家己的儿女的，啥物物件摕起来？金，你知影这个时阵的金仔价足悬啊？你知影？我讲即马，为什么？因为世界咧动乱，亚西拜兰这边咧战争。中共的飞机一直咧来，拄则近住咧离岛的中间，吼。啊，美国咧选举，有真个所在咧袂稳定的这个中间，搁全世界咧面对这个疫情的时阵，在战乱的时期，什么会上值钱？金啊！所以因拢甲金啊刻落来呢，创啊做一个因毋知影什么的钱。因袂记得迄个带领因渡过红海，闪过埃及，这个真强勇的部队的，搁互因有水泉通食，有玛纳通食，有烟吞肉通食的上帝。你会记得圣经讲因无通食的时阵，安怎通趁？是安怎带阮来食？人我若伫埃及吼，搁有肉。满饼敢毋是安尼？但是为着即个毋知影什么的上帝神明，因创啥呢？因伫遐食肉呢？你有发现无？这是足强烈的两个对比哦。开因家己的名精神来献祭、来食、来欢喜，你有感觉足奇怪无？对上帝时阵是嗨嗨餐。对，毋知是什么的这个偶像神明，因却甲刀篮中间上贵重的黄金，因的话无通个食的肉，拢摕出来。咱讲把所有的都献上，那是基督徒才好，是不是呢？要奉献什么？因只不过是为着一只金牛，因所毋知影的神明。来奉献真高贵的金银财宝，上帝是看袂到的，吼。
上帝叫摩西去介绍互以色列人认捌的是讲，你甲因讲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你要对以色列人安尼讲，哦，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打发我到这里来的。上帝佮甲摩西讲，你甲因讲我是恁祖公的上帝，阿伯拉罕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上帝。这句话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摩西用来甲上帝讲。伊会确定伊的信仰，毋是咧提醒上帝。有个人讲哦，你看上帝就爱摩西甲提醒啊，所以伊就无要毁坏毁灭这个以色列人，毋是。上帝爱确信摩西的信仰，伊知影伊咧敬拜什么人。这是耶和华的名，要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上帝是永远的上帝。但是坦白讲，英文呢，就倒转来第一项，英文看会到袂？英文需要啥？英文需要信心嘛。以弗所书11章甲咱讲啥？信心是安那？中文讲未见事实的确据，这个英文。上帝讲我是耶和华对执政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上帝，因毋捌。伊嘛讲因毋捌，以色列人毋捌，但是上帝要对因坚定因所立的约。对过去是安尼，上帝用历史的经验来提醒因。历史的经验是看会到的物件，听会到的见证，来提醒因，伊是一个过去的四路恩典看过的上帝。今仔日也甲因三甲做伙。将来也要守护因伫天地所应允的所在，所以伊讲要甲这个因要架开的迦南地守护互伊，伊也听着安尼吼。第六节讲，你爱对以色列人讲，我是耶和华，我要伸我的大开力的手来刑罚埃及人，叫恁脱离。因得伊遮个拢是上帝叫。摩西去甲以色列人讲，更较重要是后边。第7节，伊讲啊，我要用恁做我的百姓。一开始是讲我是恁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个时阵呢，我要做恁的上帝。这已经无共款啦我要做恁的上帝。恁也要知我耶和华是恁家己的上帝。这个时阵。以色列人也无法度将上帝看做家己的上帝，所以因也毋捌上帝。所以我就做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迄个地要守护因，这是将来看袂到的应允。所以因嘛是伫遐，搁咧思考啊。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上帝，咱拄则对迄段经文来看，咱就知影上帝真清楚甲咱讲，圣经讲信伊的人袂得到见效。咧回应今仔日的经文，摩西所讲，上帝袂互咱伫世间人的面前得到见效，袂互其他的生命的面前得到见效。上帝改变伊的意思，无刑罚以色列人。这个当咱确信来相信伊的时阵，咱搁倒转来伫这个出埃及记拄则所看的经文内底。咱经拢看过，我来用后壁的经文互咱看。第7节讲，我要做恁的上帝，恁要做我的百姓。这个真重要的代志。虽然咱伫面对侪的艰难的中间，咱真侪时阵我若会犹豫、会软弱、会软正，会去问上帝你伫倒位？那是上帝甲咱讲真清楚。今仔日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百姓。上帝讲，恁爱知我耶和华是恁的上帝。恁的上帝意思是讲，是咱的敬拜对象，咱感谢的对象。伊是救咱脱离埃及。我用拿色的是讲，这是因家己经历的。这个时阵是伫西奈山已经经历着10个灾难，经历着过红海，经历着
埃及的士兵去互淹死，经历着无水、无物件，阿玛尼亚的战争等等的，来到第三个山头。那些是因家己的经历啊，但是因有缘啊，伫遐要叫讲，这个看袂到的上帝伫倒位？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是几岁？我想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吼，伫咱人生经过真济的艰难，得到上帝的恩典，咱有当时嘛会去思考呢，上帝啊，你的旨意是啥物货？真济信仰的长辈，定爱问我一句话啊，咱要安怎明白上帝的旨意？总是一个真简单的一句话，讲顺服伊啦，你就知影上帝的旨意是啥。你若伫遐问讲上帝的旨意要哪明白吼？可能亲像讲我若明白，了后我就会遵守，那个有但书呢吼。上帝会讲你若遵探我的命，恁就会当入去伫迄个迦南地。上帝对伫历史的上帝，慢慢成做咱家己的上帝。历史的中间，过去伊是赏赐恩典、赏赐救恩的上帝。现在伊嘛甲咱伫地。咱今仔日启用文诗篇13篇，这个是牧师上爱的经文之一。我上爱读的是迄句话，讲上帝所保守咱是陪咱行过迄个死荫的山。上帝继续咧带领咱往头前，迄个有水通好啉、有草通好伫遐歇困的所在。这是咱真正敬拜的对象，咱做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以色列人因的经历，求主你来帮助阮，当阮咧面对阮甲台湾人三甲斗阵的时阵，当阮咧面对阮家己所拄着的艰难的时阵，求主你用你的圣性来开启阮，互阮会通了解主，你是阮唯一敬拜的对象。透过彼得甲阮讲，无阁有别个真经；透过耶稣甲阮讲，无阁有别条路通到伫你的救恩。当阮面对台湾的民间宗教的时阵，点台湾的人物无济，求主你帮助阮，无论因有偌济所做出来的生命，拢无法度代替阮所敬拜这个永远的上帝。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伫这中间坚强来倚靠你，也会当用阮虔诚的见证来甲因三甲分享。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免要继续进前，我要先问咱啦吼，我放伫后壁，因为有足侪物件吼。咱对台湾的民间宗教了解偌济？咱可能会当讲像哪做啊？若台北的人讲啊，擎天宫较有名，对不对？哦，咱逐所在拢有啊。你若是客家吼，会甲我回应啥物货？三山国王庙，客家有家己啊，个客家叫做义民庙，义民庙。台湾的民间宗教吼，有够济啦吼。我用分类来甲大家讲啊，分类内底有小可有这个重要，咱小可了解者，因为咱要甲你的朋友去传福音吼，你会知影讲伊咧想啥。也有医药界的，医药界的当然神农啊哈，神农大帝与药草嘛，对不对？哈，华佗 ，OK， 还有迄个虎山科的啦吼，咱看得好啊吼，咱看得好啊，足济啦，捌袂了啦吼，军人嘛有啦吼，做警察的嘛有啦吼，消防队的嘛有啦吼，做老师的嘛有啦吼，文昌帝叫做文官啦。鹿港就一个足大间的文昌帝的庙啦吼，哦有书法的啦吼，还有农业的啦，咱的从来神农，咱可能较过来，你若伫迄个农村去行路吼，角头啊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庙啊吼，一个在遐叫做福德正神，咧固守这土地安尼吼，足济吼，你
你小可去了解吼，你才有法度甲伊对话啦。吼，这互我想着讲吼，埃及人就是安尼啊，因足个神明，所以拢想挖个因的神明，要甲上帝来战争安尼吼，是嘞。是品鉴嘛有啦，当然造型是第一个嘛吼，灶骹吼，但是即摆咱无用灶啊，个面包叶吼啊有啦吼，还有啥物豆腐的啦、酒叶的拢有哦，因有一啊，爱讲工业的、商业的、服务业的、宗教界嘛有哦，伊嘛有因的新名哦，还有啥特种行业嘛有，台湾特种行业想要去倒去啥？到边的18王宫。对基督徒来讲，咱的信仰就是迄个为着咱顶伫十字架救咱活命，咱的耶稣基督，就帮助咱。就是咱要来吟诗学乐上帝对咱的疼，圣诗463首，463首，扬99得咧平安，请起立吟全诗。第4章。第5章。
那这是咱们来。起立来迎奉的历史。咱人同心压头来祈祷。我的主啊，耶和华，阮求你做阮的主。你是阮的主，治水当甲阮对着。你为着阮，无少家己行，为着继续万见人，献伊来牺牲来救赎阮，也将万物拢白白赐阮，互阮对听阮的主也来得先到主。为阮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是将来，是权力是权是势，也是别咧受做一物，拢袂话过长阮伫上帝，就是伫阮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主啊，阮感谢你，为阮所做一切，也赦免阮一切的罪孽，让阮欢喜献出你所赐的，愿主你欢喜接纳阮所献的，愿而且安尼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名，阿门。谢谢咱要请牧师为咱请坐，为咱来彼个关怀甲曙光报告。要请咱看周报啦吼，我无甲伊用好势吼。咱即礼拜过去即礼拜天气凉爽啦吼，咱真有福气安尼无遐尼热吼。不过过来后一礼拜来拜四，会当90几度，要到100度安尼吼。这天气变化真大吼，请咱大家来较保守咱的身体。咱的文化兄明仔载早起10点要接受这个脚趾片的 MRI 的检查啦吼。咱特别来为伊祈祷吼。伊讲，伊分享讲伊有迄个密闭空间的恐惧症吼，所以毋茫伫迄个时间前后，咱会当伫无共款的所在来为着伊祈祷吼，愿主甲伊三角地地吼，毋但有平安。伫检查中间会通得着顺序吼。好礼拜方面，我想咱无啥物较大的变化，因为这个时期咱也无法度介济的活动吼。基本上就是咱鼓励兄弟姊妹
来转来伫教会参加即个实体的礼拜，你拢毋免烦恼讲会超过迄个规定。咱的教会144个 capacity 吼，1/4吼，咱毋免烦恼，咱的距离拢有够大啦吼，拢有够大吼。迄个你若阵无来礼拜时，你的奉献咱寄来教会地址吼，咱会同工会来处理。然后咱有看到即个我的倒手边，咱即马网络遮看袂到，等下较看吼。倒手边有一个65寸的电视啦吼，咱感谢即个主会长因对咱处理即个架啊吼，即个讲有 story 啊吼，有机会才去来分享啊吼。即个电视是一个因兄弟，就是咱李奇的哥哥吼，伊要搬厝伊知影咱有需要，伊就真欢喜因为电视真重。所以伊讲嘛安尼亲自搬来遮吼，咱真感谢伊吼。好拜五的早间，咱会记哩，即摆拢伫即个7点半吼，7点半到9点的时间吼。咱即回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章22节到41节。咱来去讲到第一届摇身大会了后，保罗甲巴拿巴受派，即中间有一寡因中间的argue。到底是啥？咱来看，若用安尼来反省咱的现代教会吼。前礼拜会出席拢总实体甲网络加起来21个人，伫网络的早经有13个人，奉献是385块吼。以上多谢。咱来读本礼拜的经文。记载第4篇166篇第1节，咱来读两解。恁着阿罗耶和华，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主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主爱永远伫地。是189节。咱来吟刷要读上言513首，吟诗刷请牧师为咱祝祷，请起立。咱感谢上帝过去的带领，也求主继续伫咱头前的路，咱所面对的艰难中间，继续施恩赐福，愿主的平安甲咱三个伫地，对这条到永世大福。
咱礼拜到这，我来甲这个PowerPoint live stream 关起啊。